这支影片呢，我要来讲我一直搞不懂的台湾人传讯息的习惯。我先在这边声明哦，我就是我自己，我没有要代表泰国人、代表外国人等等，真的很机车一些观众，这件事情有需要做在这边解释吗？哈，又不是硕士论文的学位考试，在影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。首先第一个，台湾人传讯息的习惯呢，很像便秘一样，绝对不会一次讲完他们想要讲的事情，一定要一点点就问，一点点就传出来，真的气死人了，真的很浪费时间好吗？比如说他们会先问说你在吗？我看到之后我就说啊我在呀，他就会问说啊你方便讲吗？我说我方便啊，才开始讲他想要讲的东西耶。你不觉得这种行为让人心情很不好吗？你懂那个便秘的感觉吗？大便呢慢慢一点的从你的屁眼出来，那个感觉很不舒服好吗？大便就这样像瀑布这样出来，那才叫爽快。传信息也是一样的，你在这边一点点的问，你是想让我有那个便秘的感觉吗？啊，气死人！而且你问在吗？本来逻辑就不合理呀。你传信息传到我的手机上面，我拿起手机一定在我的旁边啊，一定在我的手上啊，我怎么可能在不在的情况下回你的讯息呢？尤其是要讲八卦的时候，特别超级讨人厌。你知道我昨天看到谁吗？这个就会气死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不可以一次讲完呢？要消耗我的好奇心到什么时候？胖子血压很高诶，有人跟我传信息说我昨天看到谁了，我就会直接打电话过去骂他你可不可以直接讲啊？在那边拖什么东西？而且传讯息就不像打电话你要问他在吗？他方便吗？我觉得合理哦，说不定他在忙他接起手机，他可能要停止他的动作。可是传讯息他就是等他有空他才会拿手机起来才看啊。所以你要有打什么内容，你就一次性讲完，他有空他就打开进去看，他就回你啦。你们不仅中文不好，连科技怎么使用也要由我一个泰国人来教你们吗？啊！让我休息一下。这支影片我整个用生命在演出一下超湿的。第二点是瞬间消失的人，你知道这种人呢，我多想掐死他吗？不只是台湾人哦，身边的泰国人也是这样。密你的时候，他讯息的时候，你就是秒回、秒读，立刻现在当下就直接回他，可是他就会直接不见了，直接不读了，直接消失了，大概1天、2天、3天。你是怎么样传完讯息你就把手机丢掉吗？还是你传完你被外星人直接寄出去？哈，老年纪已经秒读，我立刻回，他就不见了。你不想聊天你就直接讲啊，干嘛来密我？自己主动来密人家，然后自己消失，好玩吗？哈，你觉得好笑吗？浪费彼此的时间。有些人消失真的消失一整天呢，害我有时候非常担心，你知道吗？担心他人生的安危呀，到底他怎么了？当下发生什么事故？当下是你见到他本人的时候，你问他说你上次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消失？他说我没有看到讯息啦。可是这种人呢，往往都是他用手机的习惯，感觉都快变成手机成瘾性了，无时无刻都在玩手机，吃饭这样吃，看电视这样子，拇指很灵活，死就是不愿意回你的讯息，不愿意看你的讯息，传讯息又不是玩躲猫咪，干嘛欺骗我的感情啊？害我白担心你一场我在猜测了，这种人就是他密你之后呢，他就还是依然在玩手机，然后看到我们回，然后他就假装看不到，继续玩他的东西。那密我们干嘛呢？哈，密我们干嘛？说话呀！然后这种人呢，通常是如果我们不回他的话呢，他就在那边唧唧歪歪，在那边说干嘛不回他，干嘛不读他的东西，够讨人厌的，去死好吗？去死！我没有在对着观众讲哦，我在对着你讲。真的很热哦，这完全不是为了要拉长影片的长度而擦汗，火气很大呢。才讲第2个都已经这么累了。还是我们直接结束好了，感觉影片已经够长剪了啦。第3个就是 ending 网，台湾人很在乎礼貌，已读不回人家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。这种人呢，跟上面一种人是不一样的人哦。可是这种人也特别多，他们就会觉得对方已经回了什么东西，他不回的话，内心会非常难受。回了什么废话也可以，不要让自己变成已读不回的那一方，自己一定要做 ending。如果两边都是怕已读不回的人呢，那个聊天就完全没有办法结束然后一个贴图，然后一个贴图，
没完没了，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个聊天？已读不回有什么好怕的？有时候你把讯息讲完了，我看完了就 OK 啦。为什么一定要抢到当最后一个发话的人呢？有时候呢，我真的不想要跟他应酬，碰到这种怕已读不回的人呢，他就会永远一直把东西丢回来，然后你就是基于礼貌，我就会变成我就怕已读不回的那个人了。可是真的很烦，你知道吗？第四个呢，通常出现在群组里面，这种人呢就叫做死不想要回答你的问题，碰到的时候呢，生气的爆表，直接比方说，我们这一群组我们要约去吃饭，所以就会有人问说，哎，你们要吃什么东西？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问说，哎，我们要穿什么？然后大姐呢就只会去回说，哎，我要穿那个，我要穿怎么样？然后死不回答，到底要去吃什么东西？重点的问题都死不回答，你突然间就看不到吗？这种事情呢，在朋友群组也很多，可是更多的是在那个工作的群组，尤其是很讨人厌的上司、主管、老板，很多员工问他的问题，他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是死不回答，直接看不到。我们这些员工在帮你卖命耶，你在那边避免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也是你要解决啊！你给我看清楚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如果你觉得你是的话，就是你，我在讲你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超级无敌爱传语音的人，这种人非常特别。你那么想要讲话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打电话；你那么急的话，或者你那么想要讲话的话，你去 KTV 唱歌啊，传讯息就是直接传讯息就好。传语音呢，有时候你讲话不清不楚，谁听得懂啊？讲这种鬼话，而且有时候是气音，你知道吗？讲人话，给我讲人话！你们中文本来就很烂了，还传这种听不懂的话。在外面那些抖动的时候啊，我们怎么可能听得清楚？而且有时候呢，手上拿着很多东西耶。如果你传讯息的话呢，至少我可以远远的看。可是如果要听语音的话，外面又那么大声，然后东西就这么多，一定要这样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打个讯息有这么难吗？一定要在那边刷。尤其是这些老板们呢，你以为你自己很忙就可以传语音？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吗？你以为你发给我工资你就可以传语音吗？也是啦，我愿意。总之呢，传语音真的搞不懂哎，打电话就好啦。以上呢就是我总结出来很讨人厌的传讯息的习惯，其实还有更多，就我累了不想再继续讲了。然后除了这种人很讨人厌之外呢，其实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观众，就是看我的影片不去按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是开启小叮当。我的各种平台，不管是 FBYT 跟 IG， Elizabeth 林跟 Elizabeth 林一样，去关注订阅很难吗？那些观众呢，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不去关注的话，我祝你天天遇到我上面提的讨人厌的人，就这样，萨瓦迪卡。